滑輪下拉機，呢部機針對每個人唔同嘅身形調節座位同埋活動範圍，並且會針對每個人嘅情況建議唔同嘅訓練強度。主要訓練嘅肌肉係背闊肌、斜方肌同埋菱形肌，亦都對糖尿病同埋高血壓嘅治療同埋預防係有幫助。起始姿勢，坐喺下拉機嘅座位上，胸口貼向前方軟墊，將大腿固定喺墊板上，雙腳平放喺地板，保持身體穩定同埋背部挺直，手腕中立，握住上方嘅下拉機手把，手掌向前，手肘微曲。操作步驟：雙手握手把，背部挺直，避免彎曲或者過度嘅擺動，肩膀放鬆並向下拉，開始下拉。並保持爪部自然彎曲，喺下拉嘅最低點保持短暫停留，感受背部肌肉嘅收縮，慢慢控制將手把返回到起始位置，但係唔好完全伸直手臂，以避免受傷。睇完片嘅你係咪都想健康啲、病少啲、開心啲？咁就要嚟屯門地區康健中心啦！